看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夜市的牛排继续办理，是真侪人踅夜市的时阵会食会美食。讲台中有一个小家人啊，到夜市啊食牛排，发现店家咧处理人客食过迄个盘的铁棒真老粗，共一桶水哦，而且水已经是太高烂落，垃圾鬼鬼啊！啊，甲这个盘铁棒放落去，用这个水噜噜的洗洗的，用倒布切切的，安尼就搁摕来用。这个小家人啊讲，伊看一个拢人去，讲后摆哦，唔敢搁来食夜市的牛排咯。有民众去夜市啊食牛排，要过伊看到店员摕人去食衰铁盘啊，要去洗，卤过了，搁用倒布切过，就直接摕去头前用啊。要过这个铁盘啊，拢是加一桶水洗。民众一个大进前去看，迄桶洗铁盘的水，这个规桶水是咖啡色的，有够落，乌到完全看无底。这个民众惊一条，将这个影片铺上网络，讲后盖伫夜市啊食牛排，上好是炸断去。是观感上比较不好啦，因为就是那个水没有流动性，没有换啊。但是因为夜市可能他们摊商也不方便，就我觉得还好哎。针对生理人洗牛排铁盘的方式，民众的看法无共款，是讲一般牛排店是安怎清洗？基本上我们的铁板牛排的铁板牛排的部分有4道关卡要把它处理好，才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吃的安全啊。牛排餐厅的业者讲，会先清掉了，再搁浸烧水或者油甲水分开。后来用人工落去卤刷来送入洗碗机消毒杀菌甲烘干，夜市卫生问题，台中市卫生局讲会去到现场稽查。如查现场制备场所及人员或者供水设施不符卫生规范，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规定，令业者限期改善。市场处表示讲，若是稽查到用水的部分无符合卫生的规范，对限期改善；若是生理人拢无改善，对加罚6万块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